公司第几代，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11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咱赶紧来看昨昏的宴会。昨昏双十国庆的宴会是伫台中，资本爱算要配合无人机，计共有36分钟长。暗时8点开始，结果呢是因为总统蔡英文甲台中市长罗秀燕因的致辞拢短啊尔，所以提早20分钟，对7点40就开始放宴会。加上阁有不明的无人机来搅扰，致辞尾啊，只剩宴会尔。无人机的表演临时取消。现场大部分的食家今年双十国庆宴会伫咧台中的中央公园放，火球运花烛啊天顶光响响，全程36分钟。天顶的烟火真水，真侪人愈行愈紧，甚至用走的，因为烟火提早放。真侪人抑阁伫咧落的，也未到位，烟火就开始放，只好哪徛车哪看。台中市政府讲，总统蔡英文甲市长罗秀燕等人为了要体谅民众等真久啊，伫咧致辞时阵拢讲正短，比原本的时间提早结束。考虑整体流程的安全顺序，才会提早放烟火。没有从头开始看，有点小可惜。他们有点快，做这样让我们没办法看到。民众期待也有展现台中特色的无人机表演，不过暗时7点半过了，考虑到维安，决定临时取消。因为中央公园天顶有超过20台不明的无人机入侵，干扰信号，警方出动无人机反制器，切断因的信号。烟火放煞了，河南路规拢是车，有民众想要坐市府安排接驳车提早离开，不过排队的人坐到唔知要对倒开始排。有点混乱，刚刚那边都挤成一团，然后有人要过马路过不过去，找不到这边。捷运公司也加开列车疏运，活动散场了，差不多逐班拢客满。不过整体疏运地数也阁算好，这边庆祝国家生日的烟火提早放，互头前无看到的民众有淡薄遗憾。记者综合报道。昨昏是双十节，双十典礼主题今年是民主台湾坚韧永续。这回嘛是总统蔡英文上尾一届发表双十讲话，伊话头先讲到，咱即马家己已经有能力会当打造畅水南，接来伊阁继续讲伊7年的成绩。若针对两岸关系，总统蔡英文是强调讲，和平是唯一的选择。总统蔡英文入来最后一摆发表国庆文告，主题定为自信根本、国家前进，互世界因为台湾更较好。那第一部分无前进就倒退路，无奋进就方决定命运。蔡总统起头先就先讲到，江南国族经过30年总算做到啊。我们终于做到，我们的国防自主再跨出了一大步，国军不对称战力再向上提升。我们更再次展现守护中华民国台湾的决心。我相信，全世界更会认同海空军舰是为了守护区域和平稳定而破浪前行。面对科学情势，蔡总统强调，为2016年以来一直信守约束，维持现状。再一次表示坚守4个坚持，也强调两岸分歧需要透过和平方式来解决。我要再一次强调，和平是两岸唯一的选项，以维持现状作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确保和平的关键之要。我们愿意以台湾的民意共识为基础，以对等尊严为前提，以民主对话为程序，以维持现状为核心，与北京当局发展双方可接受的互动基础，以及和平共存之道。在最后一年的文告中，蔡总统也讲起7年来政绩，包括婚姻平权、年金改革、甲基本工资条起等。感谢台湾人民，予伊2摆机会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这几年来，施政有所成就，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身为总统，我责无旁贷。
各位国人同胞，蔡英文的任期会停在明年的520，但国家要继续前进。蔡英文也发声，希望在选举的竞争过了后，中央政党会当放下激情，内部寻求更加大的共识，对外团结一致，这是对国家的共同责任，用对台湾祝福来结束。台湾加油，中华民国加油！谢谢大家，谢谢。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双十大典是由中华职棒的选手甲马经高中的合唱团带头唱国歌，嘛有直升机吊挂国旗对空中入场，落尾是雷虎特技小组冲场，互规个典礼圆满结束。国军联合乐队甲三军仪队总成出场。他们是国军的骄傲与荣耀，更是国家军威壮盛的象征。接下来，在乐队的伴奏之下，国军开始操演，除了带来精彩的庆贺表演，更加以非常精致的动作摆出湘式队形。三军仪队将以整齐划一的枪法动作，配合精准走位，呈现双十队形。大会正式20点开始，今年国歌由马经高中学生，还有中华职棒选手来领唱。这时阵，陆军航特部国旗机队是挂着国旗为空中慢慢通过。主题表演是由空军永鹰高级教练机的空中分列式开始精彩演出，展现空军的精密和高效。最后登场是由空军雷虎特技小组飞过观礼台，拖着红白蓝美丽彩烟，在空中画出属于台湾的自由甲骄傲，为这届的国庆大会画下完美的句点。记者林俊梅、曾志成综合报道。因那今年国庆的表演，嘛有各地头的赛丁同齐来表演，以赛丁护台湾做主题，展现台湾艺艺甲台湾美。双十大典闹热起鼓，今年8大团体同齐组成赛丁表演，其中台南本颜料调形中金赛丁和云林北港老土山艺丁，拢是登录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团体。台南调形中金赛丁有100多年的历史，为着双十特别出动有80多年历史的开基赛组和第2代、第3代赛组做伙来演出，让大家看宋江山的棍发卡步。当即阵就是我所讲的，这写习作的吼，写做的，无前头已经差不多80当左右。迄个郑秋静即阵吼是阮的2代赛组。这轮是3代赛组，这第3代的梁王武帝特别率领我们赛组今天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会。另外，也有传承1架子的北港老土赛的白鹤赛阵，艺阵所举的就是传统的台湾赛，表演的时会有白鹤引导赛是目前云林保留上完整的赛阵。艺术黄浩明嘛，因为传承白鹤山的制作技术，和云林县定着做文化资产技术保存者。伊的角色是咱是来带咱的赛鬼甲咱的赛头进入一个表演的迄种演出的迄个套路，等于就是等于2只白鹤一公一母，伫咱头前赛阵的头前做一个引导。今年以赛阵护台湾的主题，呈现台湾多元族群的艺阵。研究传统民俗和艺术的学者林茂贤也讲，赛阵定定结合武术，其实也是呈现永过守护家乡的精神。每一个庄头呢，伊爱有家己的赛阵，佫爱练武。若拄着冤家相拍的时阵呢，出动变做是咱的这个部队。今仔日呢，咱伫遮表演。变做一款艺术，就是要来甲上好的这个人赛技艺呢，呈现到所有的民众。过去台湾历史上，因为无工族群对立冲突，发展出各种赛阵武阵，演变到今才有多元精彩的艺阵。来自台湾各地的赛阵，除了庆祝双十、安定民心，嘛希望国泰民安。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
也若今年双十大典的表演，除了台湾传统的赛典，嘛有邀请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第2高等学校的本奏乐部，也就是翡翠技术。另外，还有美国加州的彰兴乐队来到现场表演。也若国庆礼赞的部分，有艺人杨烈吟诗，还有音乐人林声雄唱《永远存在台湾》，大家看了拢感觉真感动。红草冷空。艺人杨烈当咧吟的诗，是日本时代政治运动者蔡惠如所写的《宜兰梦》，讲台湾民主的历史。福摩萨，阮专心学了你。关怀乡土的音乐人林声雄以“永远存在的台湾”为主题，唱出台湾的美丽甲伟大。总统蔡英文伫典礼讲，世界已经对台湾愈来愈重视，这句话也有侨民真有感觉。咱阮伫外国的人有无吼，足有民主的，大家拢讲，有看到阮都，恁是倒位啊？人讲阮台湾人，哦，台湾人好呢，赞呢。合作翡翠技术的东京农业大学第2高等学校吹奏乐部以日本知名漫画的主题曲为双十大典增加色彩。那画下那演奏展现充满活力、无同款的管乐器演奏，因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型行政乐队。2次、第三次来了，之前没有参加过去，就是来观光。在国际观方面更能够扩展下去啊，那看看别人有什么样的，对啊，不管在艺术啊，在音乐啊，在各方面都有一些不同的素养。记者龚长随台北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伫遮方面的北部、东北部天气会转凉，而且嘛会落局部短暂雨。咱同齐来看云图。今仔日的水气也是真高，云嘛较高，不过甲前几日比起来已经减真侪。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今仔日的北部、东北部是较高落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也若过到中南部的山区，有可能会落雷公雨。温度的方面，各地温度今仔日大约是23度至25度，日时的高温伫桃园以北，也有宜兰，差不多是伫26度，感觉较凉。也若中南部是31度至32度，日时暗时温差较大，乡亲出门就要细致温度的变化。继续关心小犬风台扫过红头树已经1礼拜，也毋过红头树也得恢复。全岛即马目前已经有电通用啊，也毋过也是真侪人家厝、真侪民众厝内受损害，而且伫当地阁叫无水电甲土水师来修理。目前红头树当地就4工去斗3工，嘛按算会开募款的口座接受各界捐款中建。超过17级的强风将南苏居民厝内的门规个吹走，风台过了后，规个南苏街路居民的厝毋是风吹倒，就是厝顶风吹走。民家厝受损的情况真严重，全岛2000多户，会当讲一半受损。这个受损的程度都不一样了，看有一半的住户都有多多少少的受损害。初到暗，台电已经抢通全岛电力，港口也清楚航道恢复海上交通。乡长讲，即马岛上也咧清理在后山上的粪扫，根本无能力会当修缮厝。台东县政府表示，已经向罗道部通报南市需要修缮厝的能力需求，同时招募协助加收入户修缮厝的职工，需要的材料费用11会开立拨款口座，提供各界捐款协助南市受灾居民重建家园。那至于这个灾后零工的部分，我们也会将核定之后的即时讯息会公告。那就业服务中心也会协助来做这个灾后零工的招募。开设专户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目前也正在跟乡公所那边联系接洽中。台东县政府表示，已经提供南市受灾户每户5000个吉兰慰问金，也毋过乡公所估计，包括渔船损失甲民家需要的重建经费，可能达到1亿，需要各界斗3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
国际货币基金 IMF 伫昨昏是公布上新全球经济成长的预测，今年是预期资本的预测3%，但搁伫明年是向下修改做2.9%。马经国讲通货膨胀也是真严重，因若咱台湾的部分是对2.1%向下修改做0.8%，降真济。继续关心中国时报，教育部有修改规定，即马是规定讲教保人员会当罚4岁以下细汉囡仔罚徛。要搁大家袂使超过10分钟，一天上济敢若会当罚囡仔20分钟。因为无宣传就开始实施，一寡老师即马拢真喘，惊讲无细字就会违反规定。继续关心自由时报，为着要加强全国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保持警察总队有估要对即马编制1200人扩大到3000人，其中会以调保育到保7个专业单位的警察为主，无要开放予县市一般的警察去申请报名。主要是惊讲一个开放，大家就小济报名，安尼县市的警察就无人要做。来关心立法院预算中心最近有公布国防部每年预算评估报告，其中国军的志愿役是减到155000人，伫第一线战斗部队实际上去做兵的人数是无到计划的8成。报告内底是指出讲，安尼恐惊影响咱国内培养长期的军力。严格国防部有澄清，是讲即马主要部队的编制平均现有的拢已经超过8成以上。立法院的预算中心最近是发布国防部每年度的预算评估报告。除了经过讲国军志愿役的官兵，即马人数已经降到155000，国讲真济第一线战斗部队的编现比是无到8成，包括陆军外岛步兵部队、炮兵部队、海军各舰队部队，其中有反舰防空动人的海防大队，含空军的防空和飞弹部队嘛，互点名。海军的海防大队是机动化的陆基地对海反舰飞弹部队，因为国军会伫2020年以前，小林所摕到各组的向风2型、3型和向山精灵型反击飞弹，嘛按算伫2028年以前，摕到100套的美制陆射鱼叉飞弹。因为操作的飞弹数量增加，海防大队嘛会分阶段来扩大编制。第一步就是明年底进前，拓作海军制海飞弹指挥部，那人力无够，都会是一个警讯。国军可能接下来会碰到的就是有武器，但不一定有人来使用。我个人会认为，其实现在的国军正在进行一个重新的转型，他会去重新的去编配。国防部是回应讲，目前国军主战部队平均的编现有8成以上。另外，联合报讲，国防部今年5月是修订国军军事投资建案作业规定，正在讲要用第一预备金去支应已经超过预算的编列时程，但是真要紧的建案，这项质疑讲这是予军购先做才通知的这种条款，预算中心嘛认为爱思考敢不适合。有关新增第一预备金20亿元，它是一个公务预算，所以仍然会需要经过立法院审议3读，所以媒体所谓的上方保荐条款并不是事实。国防部指出讲，相关立法院预算中心评估报告建议，这种案按照预算法第83条，国防紧急设施也是战争，另外提出特别预算，国防部会考虑敌情变化加紧，来斟酌考虑相关的政备需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秘鲁警方伫当地有抓到一个台湾人做头的诈骗集团，内底抓到包括6个台湾人甲2个秘鲁人，因计强甲43个马来西亚人甲1个台湾人关做伙，逼因爱敲电话诈骗。美副青衫露出较只偏大面积的彩色赤图，这位台湾来诈骗集团成员，全部被秘鲁警方破门抓到。在首都利马合法主题当中，除了诈骗集团成员以外，也有43个马来西亚人甲1个台湾人，因是被标点伫这所在，敲诈骗电话来骗钱。总算这条自由受害者认袂条拢送一口气。诈骗集团顶个月透过社群网站，给予立马交场真货工作机会，吸引到遮，佮提早个人护照，拘禁因做诈骗，因干能伫暗时工作，逐工也干能食一顿。Estamos solicitando 7 días, que es el máximo que nos da lo que es el Código Procesal Penal, atendiendo, ¿no?, que se va a realizar un número de diligencias, señora magistrada, más aún teniendo en cuenta que son 42 agraviados que se tiene que tomar la declaración. 好佳在有2个查某囡仔到处报警，才互诈骗集团逼坑，警方敲出1万多块的美金，数十支手机啊，一个金融卡。
秘鲁法官下令对6个台湾人甲2个秘鲁的人，羁押7天，受害者是会被遣返。在秘鲁也有数百个马来西亚人，互共款真好的工作机会欠，最后才发现是一场骗局。记者综合报道。也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舒默带团去上海、北京甲西安访问，外界是认为讲，这桩应该是咧替拜登含涉军兵见面的铺路。也毋过舒默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见面的时，是讲话无咧客气，直接甲中国洗面，批评中国无支持以色列颠倒去支持巴勒斯坦，无大国的办。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跨党派参议员6个人组成访问团，最后伫中国北京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是2019年了后，隔4年，各有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中美两国如何相处，这决定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几任总统都讲过，我说我们有1000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外界期待这次访问会当为后个月拜习会铺路，也毋过美国总统拜登伫后个月伫旧金山举行的 APEC 峰会期间，甲习近平会面表示目前无安排。There is no such meeting set up, but it is a possibility. 苏比尔甲同齐去的参议员表示，美国无寻求甲中国发生冲突，也无希望甲中国脱钩，愿意甲中国加强对话沟通。We made clear we don't think that level playing field exists right now. We need reciprocity. That means that th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able to compete as freely in China as Chinese companies are able to compete in America. 这次访问，苏美也甲中国外长王毅会面，对中国只是简单呼吁以巴双方保持冷静。苏美当面表达不满，伊也敦促中国人民甲以色列人徛做伙，谴责冷烈和恶毒的袭击。250 young people gathered at a dance, and the Hamas terrorists took machine guns and shot them all dead. I was very disappointed, to be honest, by the foreign ministry statement that showed no sympathy or support for Israel during these troubled times. 中國外交部伫哈馬斯犯下暴行了後，顛倒發新文稿支持巴勒斯坦獨立建國，也講安尼才會當平息衝突的辦法。蘇表認為，這並是大國應該有的態度。公司新聞鄧慧婷編譯。中國駐美國外交管區昨下晡有一架藍色的轎車洶洶弄入去中國駐舊金山的總領事館，嫌犯犯案了後是一直大聲喊講中共佇倒位。那美國的警方趕到現場，已經佇現場甲兇手彈死。那伊詳細犯案的動機，即馬閣在調查。一台藍色轎車，美國時間7到下晡衝入去總領事館的簽證處大廳，現場規個如蒼蒼，民眾驚甲趕緊逃離開現場。警方拘捕到場，開槍甲嫌犯制服，嫌犯送醫了後也是救無回來。Officers rendered aid, and they had summoned paramedics from the San Francisco Fire Department. And in spite of the life-saving efforts of the police officers, firefighter, paramedics, and personnel at the hospital, the suspect was later pronounced deceased at the hospital. 案發了後，警方喺現場圍封鎖線，因為有民眾看到嫌犯犯案了後，一直大聲喊中共佇倒位，嫌犯的身份、犯案的目的也有待查清楚。警方也呼籲民眾提供相關的線索。There's very little information that we can give at this time, and we do ask that if anyone was a witness, if anyone has any video, we know there's some cell phone video that's already circulating out there, to please contact investigators. 包括舊金山警局、美國國務院也甲中國領事館當地合作處理專案。官方發聲明，嚴厲譴責這個暴力事件，佮向美國提出正式的交涉，要求趕緊查明真相。記者綜合報道。繼續來關心今年諾貝爾的經濟學獎，是美國的哈佛大學經濟學的教授高爾丁得獎。伊是有史以來第3個摕到這個獎的女性。伊研究的內容是女性的勞動市場，伊點出婚姻和家庭會影響女性的收入和頭路，所以呼籲各國要改善政策，讓女性會當有更較儕平等的機會。
就在加州港大发表演说，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哈佛大学劳动经济学家克劳迪亚·高尔丁得到。伊捌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佮研究女性劳动市场超过40年，是上早导致性别经济学的学者之一。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全球带来重要的影响。You know what? Economics is about people. It's about inequality. It's about the female labor force. It's about health. It's about economic development. It's about well-being. 高尔丁以美国200万年数据来探讨当今性别差异安怎有关严重。研究结果发现，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甲经济成长并不是正相关。就算从事同款的职业，女性伫第一囡仔出世了后，收入就产生差别。What I have said is that often what goes on in the home is what we see reflected in wage and occupation differences in the labor market. Work from home for many women became work from hell. And so it raised in our consciousness the notion that care should come to the top in terms of public policy. 高尔丁的研究反映婚姻甲家庭责任，定正做阻碍女性得到平等机会甲待遇的因素。虽然研究数据以美国为主，却也反映全球的现况，提供当代甲后世思考，参推动改变。Labor economists worked on the issue of women, and the reason is that for economists, change is important. In some sense, recognizing where the problem is the first way to begin. 公司新闻牛眼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和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针对以巴冲突发表讲话，伊谴责哈马斯向发动攻击是恶质的行为。伊嘛证实讲，上无有14个美国公民受攻击不幸过往。目前还有20个美国人失踪，有可能和哈马斯掠去做人质。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会去以色列传达美国支持以色列消息。来关心立陶宛的外交部伫网络平台发表文章，祝台湾双十节快乐。伊嘛期待和咱台湾深化关系。美国的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也有印太小组嘛发表联合声明，祝贺咱台湾的国庆日，嘛强调会继续支持台湾，包括归属案，也有要加强双边的贸易。来关心缅甸的商业大城仰光附近的城镇，最近因为落大水雨，雨水是创下纪录。当地人受做大水的影响，厝拢淹去。缅甸的媒体是表示，这个所在已经有14000人混落无厝。来关心以色列和哈马斯相战，双方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600人，更有真侪人和哈马斯掠去做人质。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要全面封锁加沙地区。因的总理纳坦雅胡嘛呛声讲，报复的行动才拄要开始，会和哈马斯付出代价。也让上新的消息是，以色列的国防部是表示，因派出无人机去空袭加沙地区，伊的行动当中有2个哈马斯的高层已经互因弹死。波塞光辉照甲天顶光亮亮，最高暗翻点了，以色列继续对加沙走廊发动空袭。以巴冲突进入第3天，以色列政府决定对哈马斯大本营有230万人口的加沙走廊进行全面的封锁，把所有的电力、粮食、燃料还有医疗物资的供应拢切断。总理纳坦雅胡伫咧安全会议上批评哈马斯的行为就是野蛮的伊斯兰国。讲对哈马斯报复行動才拄開始爾。האויב הנאלח הזה רצה מלחמה, הוא יקבל מלחמה. התמונות של החורבן וההרס ממעוזי החמאס בעזה הן רק ההתחלה. 以色列軍方證實，哈馬斯的領導人辛瓦加尤尼斯都已經死亡。納坦雅胡呼籲反對黨團結起來，支持政府打擊哈馬斯恐怖主義。以色列所落來軍事行動將會讓巴勒斯坦未來幾落的世代攏感到震撼。不過哈馬斯的指揮官呛聲講，加沙已經做好準備，會當當幾落個月。أما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يصبر ويتحمل. نحن لدينا مخزون يكفينا أشهر. يعني مش مقطوعين. صبرنا 51 يوم في حرب 2014 مستعدين أن نصبر أشهر عديدة. 这场以巴几落10年来上血腥的冲突，那是双方的人民死伤真惨重，也影響到真侪國家的民眾，包括美國、加拿大、俄國、泰國、愛爾蘭的國民，攏伫咧攻擊中死亡。另外，哈馬斯也掠走800人做人質，
威胁以色列，若是继续攻击加沙的民众，将会替邻国做报复。卡达甲埃及已经出来要协调，土耳其也是要做中人来调解。Türkiye olarak tarafların talep etmesi halinde esir takası arabuluculuğa hazır olduğumuzu belirtmek isterim. 美国核子动力航空母舰福特号战斗群已经驶往地中海方向，不过美国方面强调未派兵协助以色列。包括奥地利加德国已经暂停对巴勒斯坦的援助计划，不过欧盟是无暂停援助的打算。巴勒斯坦驻地政府主席阿巴斯催告呼吁联合国紧急介入，阻止冲突继续恶化。公司新闻金焕庆编辑。哈马斯常常发动大规模的攻击，有专家即马是认为讲，因上无已经布局布2冬，若以色列为怎样拢无发现？有国际媒体是认为讲，因为哈马斯惊惊讲因态度落冷，这是互以色列失去戒心，这是重要的关键。加上伊朗即马互怀疑讲，那亲像是暗中有在帮助哈马斯，若无哈马斯应该是无在调一个手就发动遮尔大的攻击。哈马斯武装战士接受陪线训练，正携手降落，互相暗号前进。另外一位训练基地战术射击正准，快速走入去无语的以色列徛起的建筑，跳入以色列的国旗弹雷涂骹。哈马斯武装分支团体进前也公布训练影片，显示这个上千人的特奥突击部队战力正强，这次对以色列的陆海空攻击是有规划，而且一定要赢的行动。消息人士指出，哈马斯用奇特的战术，过去2年制造真野线冲突，接受以色列对加沙罗港的经济诱因，暗中伫推测军事计划，有当时甚至公开演习训练。以色列情报机构无及时发现，一旦讲是历史性的失败，原因甲死对头伊朗有哪有关系？ Les renseignements israéliens sur l'Iran font des miracles. C'est-à-dire que là, pour le coup, on ne ricane pas des opérations israéliennes en Iran. Oui, mais du coup, il y a vraisemblablement eu... 因为伊朗长期支持巴勒斯坦甲哈马斯，包括以色列官员甲《华尔街日报》这的媒体，拢讲伊朗甲真主党的势力伫背后支持协助这届攻击行动。一旦证实，会使你区域的情势又搁紧张。美国表示，目前也无看到证据，伊朗嘛已经否认。但是哈马斯选择这个时机攻击，一方面是趁当地乱，因为以色列内部拄啊好是司法改革分裂不安，另外还有地缘政治的考虑。One of the reasons it carried out its attack now is because of the prospect of normalization between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Saudi Arabia is the custodian of the two holiest sites in Islam. And I think Hamas fears that if there were to be normalization with Saudi Arabia, other Muslim nations, other Arab nations would follow suit. 哈马斯的手段为较早小规模自杀炸弹变作跨境亲门大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冲突的性质规个彻底变化，国劫持外国人质，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标准案例。以色列也袂搁以较早的态度甲手段应付，一定会彻底殲除加沙的哈马斯。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以巴冲突愈来愈严重，风城当地政府已经通知当地人，要先传好3天的物资来应战。根据咱观光署的统计，咱台湾也有旅行团，目前有3团74个人，本住本伫遐，即马已经离开以色列，会先安排因飞去附近的国家，再去想办法坐飞机回来。无情的炮火轰炸以色列当地主体大楼，甲建筑物都安尼互摧毁，死伤更加是严重。就伫攻击行动爆发了后，几间国际航空公司就直接宣布取消飞往以色列的航班，造成机场状况合理混乱。目前当地旅游的台湾作家普阿斯更加表示，当地政府已经发出通知，要基林准备3天的物资，就惊冲突进一步发生。这几天那个机场的状况比较乱，因为很多旅客都要回去了嘛。像我们亚洲国泰的飞机就一直在改班，这2天其实会比较紧张一点，因为政府叫人民要准备3天的食物、跟水、跟手电筒，因为现在比较担心北边啊。就是那个黎巴嫩真主党那一边，这2天应该是蛮关键。根据观光署的了解，目前包括
古众旅游2团甲永盛旅行社1团有3团74人会离开以色列甲约旦，旅客一直平安。因为原定班机调整，旅行社当安排自约旦返来台湾的航班。针对这件突袭事件，驻台北以色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尤马亚就表示，目前伤亡人数继续升悬，至少300个以色列人死亡，多数是平民。另外超过1800人受伤，超过100人互爆甲射杀，包括少年人甲妇女囡仔情况互人惊吓。We have not only the right to defend ourselves, but also the duty to protect our civilians in our territory. 尤马亚表示，有部分国际航空暂停飞以色列班机，不过以色列航空颠倒伫全球加开帮助，运送以色列人回去。目前伫台湾的以色列社群大约几百人，有一寡是后备军人，已经请驻台代表处协助回国，有一寡是家己订机票回国。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转来咱台湾，继续来关心国庆连假4天已经结束啊！今仔日是恢复正常上班上课，虽有不明的人士伫社群平台恐吓放调讲，要伫台北的某一间高中发动大屠杀，学校已经赶紧报警察，警方伫今仔日会去学校戒备，去维护老师和学生的安全。伫网络顶头有一张无写名的恐吓批，内底是写讲，伫10月16会伫学校发动大屠杀，这是引起惊吓。学校赶紧伫第一时间报警察，网络顶头这个大文嘛已经拢互摕落来啊。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未来这几天警方拢会派警察去学校加强巡逻，维护学校的安全。继续再来关心昨昏国庆大典，今年除了有4000外的侨胞专工返来台湾祝福，而且各个访问团计共有10团131个人，内底包括咱侪友邦的头人，也有加拿大、澳洲、美国和日本，有专工派访问团来到老热。台湾加油！台湾加油！国际20多名热情的泰国侨胞穿家己做的服装，专程回国参加2023年国庆双十大典。来自南非的侨胞所穿显白的礼服，也是亲自设计，融合青天白日本的安配色。这个是南非的特色然后我是想说庆祝国庆嘛，用国家国旗的颜色来做。大社会热爱中华民国，辽国侨胞欢迎国庆典礼上，国庆元素减少。不过美国甲日本侨胞是讲，真介意今年的主视觉，也表达是为着蔡总统任期最后1年反台支持。都很有设计，非常的有设计感。最后一轮，所以他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值得回来。今年大约有4000位侨胞出席国庆，比去年加1倍。那各国贵宾有10团131人来台参与，包括友邦总理总统、圣克里斯多夫总督、圣文森总督、加拿大国会参议员麦康诺。澳洲前总理甲联邦众议员莫里森，参美国堪萨斯州议会众议长，也有日本纽华困会长古乌龟斯带领42位跨党派国会议员大型访问团，展现台日友好情谊。Friend in needs is a friend indeed。これを確立しているのは日本と台湾。これからもこの素晴らしい信頼と絆の関係を、これが私たち日華議員懇談会の重要な役割の一つであります。And so we wish to support in ensuring a resilient Taiwan and a region that has a strong deterrent against any violence or any aggression that would seek to take away the peace and freedom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澳洲前总理莫里森会见蔡总统时表示，台澳之间有强大的伙伴关系，澳洲坚定支持台湾维持韧性，确保自由和和平。蔡总统是指出，希望扩大甲澳洲国防安全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昨昏是双十，嘛有一寡双十宝宝出世。昨昏伫大安病院、成功病院，无论是台北也是新竹，佮一寡各地头，拢有一寡双十节出世的红婴仔。也毋过甲英国比起来，数量已经是减真济。有妇产科的医生是表示讲，因为即马愈来愈侪少年家无要结婚、无要生，去年咱台湾出世的红婴仔已经是创下新高，也若今年看起来生育率会搁较低。41岁陈小姐原本预产期是伫10月后半个月，无想到因为有心血糖伤悬，提早去病院来催生。10号头早就破腹生一个3300公克的宝贝查某囝，意外变作双十囡仔，这是因的第一个 baby。爸爸哥因为伤激动流目屎。第一胎嘛然后又是女儿。然后这个女儿就是我所谓的人家讲的前世的情人超开心的。昨天她刚出生那一瞬间，我还哭了。还滴了两三滴眼泪。预产期的话是10月19，
那因为宝宝是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就是有提前就是要先生出来。相信这病院的产房是少年社传来好消息，譬如讲台湾病院伫早起都有3个双实囡仔出生，先讲病院有4个，新德市嘛有9个双实囡仔，不过拢无到10个。有妇产科医师讲，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一个少年人无要结婚嘛无要生，少子化的问题真严重。去年台湾新出世的囡仔干那138000，创历史新高，今年恐惊还会较减。今年到6月30号，我们全台湾的出生率还不到6万。那去年的总 total 是138996个新生儿，所以6月底还没有到6万，是比去年还要少很多，所以理论上今年一定会比去年少。医师提醒讲，想要生囡仔的翁仔某，应该把握25岁到34岁，这是上好生囡仔的年岁，而且确实定期产检，降低关危险有新的风险，做伙守护母仔囝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明年总统大选。侯友宜甲郭文定南北港的整合，这是对选举结果会有真大影响。侯友宜这边即摆有提出沟通的方案，希望讲会当量早和民众党来瞧。也若郭文定是有建议讲，无先办3场政策的辩论会，尾啊落尾再来看民调比输赢。双十国庆大声唱国歌，前总统马英九早起出席国民党党部升旗典礼，甲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党主席朱立伦等人同台。尾啊，侯友宜嘛以新北市民的身份赶到新北参加双十国庆的升旗典礼，佮甲马英九、朱立伦跳健康操。不过2024在野安怎整合？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找到伫面册，大家郭文铁的相片，要做南北合的汤库。朱立伦要邀请韩国瑜做副主席并选战。前一段时间就有邀请韩国瑜市长来担任本党的副主席，希望一起来协助我们2024的大选。今天我也会跟韩市长见面，我们也会来讨论一些辅选的事务。韩国瑜出手促成南北合，侯电影提出2对2沟通，要赶紧甲民众党展开先前的准备磋商。郭文铁完了接招，金溥中前秘书长以及王建廷秘书长来做先前准备的磋商，我们也提出了3个层面、6个方向，所有的议题都是开放的。那我们就派黄珊珊跟那个周宜修啊，那见面就先讨论，再来办3场政策辩论嘛，再来就比民调，这样就好了。我蔡太一定7拖8拖的。除了比民调，要搁办3场针对国政国家方向的公开辩论，希望转型公开透明。独立连署参选的郭台铭早起甲副手罗培霞参加台北市政府的升旗典礼，下晡是到各连署站去冲人气。让子弹再多飞一会儿，也没什么坏处。小规模的毕制作业，不如我现在起而行。走遍全台湾，唔惊互人踢一边。郭台铭嘛向支持者发讲，爱先达到100万份连署数的目标。有真侪民意，都更较有条件来去讲在野整合。但是副总统赖清德早起甲蔡总统伫府内接受各国的庆贺团代表以及自带赛节的强赴。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有民众伫网络顶悬发表文章，讲伊进行伫万丰病院站坐运，车厢内有一个查甫人脱裤顶互看，伊佫涉嫌偷袭查某学生。警方目前已经接受受理这个案，正在追查这个涉案的查甫人。查某囡仔坐运出站，查甫人对伫后壁涉嫌偷袭下底裙，毛穿乌衫查甫人伫捷运车厢内搭换穿白衫的乘客，好亲像讲下身一直共吸。台北捷运不时传出性骚扰，即马阁有网友讲，下班接放时间伫捷运的车厢内，看到有查甫人下身规组并出来。网友 PTT 文章讲，七日下晡4点外，甲查某囝为万丰病院站上车，边仔徛2个女高中生。捷运尖峰时段，车内有一个查甫人愈来愈晚，伊用手机开翕相功能，因为伊看到这个查甫人真不顺，下身规组拢并出来。而查某囡仔的尻川皮愈来愈晚，惊到这个变态，就用手机拍字叫学生囡仔离较远的。经联络当事人，其表示无法前往观看影像及指认证明涉案男子。且不愿提出性骚扰申诉告诉。亲像这种妨害风化案件，今年前9个月，台北捷运发生2件，性骚扰案件嘛超过20件。
即届接到报案，警方调阅相关影像甲票卡，积极侦办以外，嘛加强巡逻。不过目前为止，也无抓到涉案的查甫人。遇到的话，我应该会假装没看到，快点跑走，这样就是先报警，先通知有没有保安来。这车拄到不熟的查甫人，民众的做法拢无同。地兴基金会是建议避免用话加刺激，不管是当事人，或者是说这个重要他人收证，然后让他进入司法，让他知道这个后果。妇女团体是讲，在安全的情况下，爱释怀搜查证据报案，用法律来约束，互性犯罪加害人清楚乌白三字，爱付出代价。记者综合报道。对于2018年大约有4000项健保的药品已经退出健保，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其中有一半已经连续5年拢无人去申报，而且已经嘛有别项的药品会当来代替，所以对民众的影响无大。也毋过即阵有药界是呼吁讲，应该甲普拿疼甲胃药啊，才会取消健保的给付，安尼才袂有人称在去摕、定去摕，毋过根本无采浪费健保的资源。就是这种会当舒缓大目症状的灵感目屎药品，对联点眼液，去年健保使用超过200万罐，不过所传出今年底会退出健保，改做自费，对此有药师认为，类似这种指示药品应该全面取消健保给付，才会当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应该用的所在。健保不给付这一块，这种小病，其实民众到药局自己去跟药师来做咨询，来购买一些成药、指示用药，相对对健保的整个体制来讲，相对也是更好的。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药品退出健保上大原因有超过50%是因为连续5年以上无健保申报量取消支付。另外，许可证过期无登验注销，厂商建议取消健保支付，甲无生产也是无数字达5年等原因。为2018年以来高达已经有4000多项药品退出健保。健保核价太低的相关性不大，它主要都是厂商自己的营运模式的改变，或者制造厂的变迁，或者是说他觉得在市场的占率已经不高了。健保署强调，当药品过专利期，含药药陆续上市了后，继续就会讲。那有药品要退出健保，健保署也会评估替代药品影响因素等，搁加以应用。另外，药界提议，像普拿疼、胃药等指示药品全面退出健保，目前各界犹原在讨论阶段，还未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看，台湾山羊啊，最近清在伫苗栗的南庄会当看到。有登山客就表示讲，最近几日届已经看到台湾山羊啊，嘛发现讲因哪亲像唔惊青云，唔惊人。苗栗的农业处就对我表示，提醒民众讲，千万唔通去甲饲，才袂害因失去生存的能力。草埔内传出声音，原来是登山山羊啊，当地认真食物件。我都要哈。出来咧食草啊咯，成功山羊啊！山友讲真幸运，即只长鬃山羊啊真平静，好亲像唔惊人。愈来愈侪山友用面册社群分享，伫苗栗南庄的嘉里山区，常常看到长鬃山羊啊出现。资深的引导是讲，长鬃山羊啊常常会伫中原海拔的山区，嘉里山只是其中一个。个人最近在阿里山山区、在大雪山、在九九峰。这些地方都有看过台湾长鬃山羊，它们的栖息地遭受到破坏之后，渐渐的最近这几年来数量越来越增加，然后也有往低海拔来生活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丁浩阳是讲，南庄的嘉里山关渡2200公尺，是属有小百岳之一，因为是热门爬山的路线，山友真侪。长鬃山羊啊，好亲像嘛对人的出现渐渐会惯势，传出有看到的人愈来愈侪。苗栗县农业处烦恼行为模式有可能因为安尼改变，可能会就是有因为喂食，他们可能看到人也会变得不怕人这样子出来，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游客就不要喂食野生动物，这样子会改变他们的行为。县政府表示，长鬃山羊是台湾特有种，也是二级保育类野生动物，主要分布海拔1000公尺至3600公尺的山区，所以嘉里山出现这是真正常的。不过为了避免惯势，甚至较挖靠咱人，提醒山友唔通甲吵，嘛唔通甲饲。记者综合报道。
10月份是台南的文字月，台南市的文字处有举办侪活动，内底嘛包括互民众去了解每一间庙的历史，佮互民众实际去抽摇签。行政局就表示，因庙里的摇签目前已经有360首，这是创下拜保生大帝的庙内底摇签上侪一间。每一个学员手提学习单，哪听导览员讲解，哪找找临尾答案。每一间宫庙就哪亲像博物馆，为了要互民众充分的学习，台南市文资处运用北区公所、参清华大学所开发的教案，伫咧树顶行政局办现地教学课程，除了带学员认捌历史悠久的牌匾、门神甲壁刀，另外嘛，互因是做体验抽摇签的文化。文资处办的这个活动，然后就是可以让专业的人来带领孩子，就是能够用更深入的角度来看，透过跟这些场域的互动，然后你真正去亲近他们、认识他们，那透过一些比较活泼有趣的一些数位体验啊等等的，让你就是重新去了解说，他过去可能曾经其实是这样子一个脉络而来的。新向大道公禀报了后，手放伫咧按道迎香10米，到尾才开始抽签，就要3上杯才准算，这就是抽摇签的过程。这项传统文化到达上百档，庙方表示传统摇签敢若330首，在地中医师高国钦发觉现代有真侪文明病，用10档去研究收集，佮跋杯清洗，落尾替庙加增加30首，嘛弥补这100档来摇签文化的短暂。百姓对于宗教的信仰除了这个精神上以外辛苦白痛嘛是会来找保生大帝。咱保生大帝拄啊是这个医神。所以对医药方面，我也是真内行。俗语讲，也得神，也得人，庙方提供抽摇签的服务，互民众会当心安。不过，嘛有建议讲，身体若是有各样，嘛是爱找医生甲特动。文资处伫文资会办一系列趣味佮轻松的活动，因嘛互民众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本土文化的面貌。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早起看世界来关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小战，上界可能呢就是百姓。住伫加沙走廊，巴勒斯坦的囡仔因为战争，拢无法度过囡仔时无还无落的日子。即马有一阵巴勒斯坦的艺术家去互以色列轰炸过的厝顶头创作画图，画出战争的苦难。真侪民众有大人嘛有囡仔，走来这个互炸弹蹦甲脆鼓鼓的所在，要来遮看一场非常特别的艺术展览。一阵巴勒斯坦的艺术家就选伫加沙走廊的城市戴尔拜莱赫，这个受到以色列炮火攻击的所在，伫已经炸害的厝的壁顶，也是条仔顶头画图进行艺术创作。هدفنا ورسالتنا نظهر للعالم كله إنه إحنا من مكان الركام دمار بنقدر نوصل رسالة بلوحة فنية طبعا بتعبر عن معاناتنا معاناة شعبنا。重新倒来家己的厝，看到规涂骹的阿摩头碎片，佮看到壁顶画即幅图，厝的主人阿贝迪心内非常感慨。الصورة هذه موجودة في نفس المكان اللي كانوا أطفالي متواجدين فيه واللي بيتواجدوا فيه والحمد لله إنهم ما انصابوا بمكروه。这场艺术展览的主题，合作去互占领毁掉的囡仔时代。艺术家创作的壁画当中，有受伤流目屎的查甫囡仔，有甲伊的红仔的面暗掉的眼神真惊吓的查某囡仔。嘛有一个查甫囡仔的天才雕像，手提一张伫炮火之下死去的囡仔的相片。因为展览的场所就是受到炮火攻击的现场，互参观的人更较会当感受到迄种残酷。但是对所有受害者甲因的家属来讲，炮火所造成的伤害，恐惊是任何艺术作品拢无法度完全表达的。记者甘美恁编译。英国皇家新闻行有公布一份报告，科学家是预测讲，无做册大家也唔知嘅，这款世界上也有超过75派食物是已经强要绝种，也若开花嘅食物内底，嘛有一半出现威胁。下面号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大福莲，甲全世界上市的故事莲，卢安达诸如故事莲，即款变贵也是已经灭绝，互英国皇家园艺家和有成功的食物拢收藏伫英国历史悠久的皇家新闻园区园内。七十园园公布最新的研究报告，2013年世界食物甲真菌情况，佮预测世界上超过75%唔知名，也是还未互发现的食物已经面临灭绝的威胁。也有我50%已經知影開花食物也面臨同款的威脅。9 out of 10 of our medicines come from plants. So if we think about half of our future medicines no longer being available to us because those species have gone extinct,
That's the level of threat and level of impact that it could have on humans in the future. 食物会当做成药物、生物燃料加食品。若无食物，人类会无法度生存。在2016年第一份的世界食物状况报告就指出，食物的自然生土地，互人类改造农地，也是随意草调，已经互全球1/5的食物面临灭绝的风险。若情况无改善，食物灭绝的程度会加重。不过，互科学家感觉安慰的是，当年有大约2000种食物方发现。If we don't get on and do what we can to explore those areas of the planet where we haven't worked out what the species of plants and fungi are, then these species will become extinct without us even knowing that they ever existed. 虽然有一寡人认为气候变迁也可能带来威胁，不过科学家讲，目前也无数据会当证明气候变迁是使食物面临威胁的原因之一，所以暂时无法度将气候变迁纳入食物的风险评估中。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是透东北季风，所以伫遮方面的北部、东北部拢会落局部短暂雨，嘛感觉较秋晴，天气转凉冷。当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是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21度至27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我因体面用找了拢伊啊，王医师也随甲送过去。你凭啥物安尼做？就凭我是你的倒送，就是因为你的安排。